作為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嘅學生，我哋都一齊去了解下我哋學校點樣行仁愛顯真理。1869年，意大利嘉諾撒仁愛修會喺灣仔平民區創辦咗聖方濟各學校，修女以愛心收留失學兒童，提供全面嘅小學教育。學校秉承仁愛女修會嘅辦學使命，以行仁愛顯真理為校訓，致力營造關愛文化，實踐全人教育。學校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個性同埋潛能，值得培養。師生借基督十字架上嘅愛，以言傳新教育，影響生命，幫助學生明辨是非，建立正確價值觀。仁愛精神深植於老師嘅日常教育同埋行為之中。老師不但傳授知識，更以耐心、體貼同埋包容，示範關懷同埋尊重，推動學生關心向學，尊重差異，並養成助人為樂嘅習慣。學校透過多元教學形式，如課堂討論、團隊合作、小組服務同埋角色扮演，讓學生喺實際情景中體驗仁愛，培養同理心同埋責任感。仲有，學校會喺定期舉行慈善活動，讓學生從小理解社會責任，明白貢獻社會、幫助有需要者嘅重要。參與呢啲活動嘅學生，將仁愛精神由學校延伸至社區，付諸行動。學生喺日常生活中實踐仁愛，從互助、尊重師長到參與社區服務，展現真誠關懷同埋正義感。學校致力打造充滿愛心和諧校園文化，讓仁愛唔單止係口號，更係深入心靈嘅行動，伴隨學生一生發展。